就是过了伤过数时，才会袂记去放白条的滋味。讲到这历史天安门事件到今已经是35周年了。台湾目前是两化内面会当公开悼念的地方的所在。这民间团体也伫咧自由广场举办活动，有真侪伫咧台湾的中国人、香港人拢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参与。咱若讲到2020年进前呢，拢会举行绿树浙江集会的香港维多利亚公园，今年是无大型的悼念活动。不过这4号练等，有关有真侪警察伫遐戒备。献青花蜡烛，写留言哀悼历史天安门事件35周年。台湾是当前两化三地中为会当公开悼念之地，民团伫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举办活动，不少在台中国人、香港人拢特别来参与。我觉得是要纪念一下，所以就特地过来。我觉得也是一种责任吧，就是我觉得对于要记住历史记忆是很重要的。尾暗啊，场的暗会以追求民主、无畏无惧做主题。历史亲身经历者、中国海外青年拢出现声援，各伫8点09分进行悲哀仪式。蛮在意就是人权啊、民主，没有这些的话，孩子他也不会有一个环境去成长。总统也强调普文指出，纪念历史是因为大家拢有共同信念，只有民主自由才会当真正保护人民。副总统萧美琴表示，除了努力维护得来无简单的民主自由，爱时刻会记一个大地方尊重的国家应该保护人民自由发声的权利。行政院长涂英台讲，会继续记录历史，用企业互相提起民主自由甲人权是一直追求努力坚持的生活方式。北京天安门广场经历严加部署，天安门城楼有药网站也发出公告，历史浙江。规日关起来，香港警方也轻装备伫以早举行历史浙江集会的维多利亚公园4号为戒备。当年历史进程拢会登纪念多本的香港基督教周报，时代论坛上新一期头版罕见的留白。小论中写道，最近几年香港社会变化冰天覆地，某一寡人的经历甲回忆显得特别敏感，爱无负历史甲读者，只有将问题化作空格价值骗白来应对当前局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